扮團結做 show， 礦工曾經喺礦井開片。智利33個礦工獲救之後，其中3個人前日已經可以返屋企。索尼茲屋企人開心到開香檳慶祝。33個礦工獲救之後，喺傳媒面前一直都表現得好團結，但原來只係做 show 㗎咋。有礦工話被困嘅頭17日嘢食唔夠，每個人每24小時只可以食1啖吞拿魚，好驚終有一日搞到人食人。而且成班人分咗做3派，曾經為咗啲小事嘈交同打交。5個外判工人被困嘅初期更加分開住，直到老闆下命令先至肯同其他人合作。消息又話，礦工早已經有協定，唔會爆井裏邊發生嘅糾紛。雖然口和心不和，但係講到揾錢就好齊心。大家一致決定做訪問都要收錢，一律收31萬幾港元，連醫院保安都乘機掠水，向傳媒兜售礦工入院相，每張成為240蚊港元。梗係啦，班礦工而家好出名㗎，好似34歲嘅潘納，自從自爆喺井底每日跑10公里克服焦慮之後，連紐約市都想請佢去跑馬拉松啊！